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走势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但全球其他的市场好像走出了特朗普行情，好像是走出了特朗普这个阴影，但是胡适依然还是在特朗普的这个阴影之下。为什么这么说？今天胡适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涨 0.16%， 深成指涨 0.37%， 创业板指数跌 0.52%， 也就是涨跌不一。从成交量来看，两市总的成交额 2.59 万亿，也还可以成交额啊，而且也是涨多跌少，3284家上涨，下跌是2105家，涨的还是多的，跌的少的。按理来说，对金融消费者来说，这今天还是算不错的一天。但是我看了一下，有 50% 的股票涨幅在 0.7% 以下，也就是说涨幅实际上不大。今天这点微弱的涨幅，明天随便一根阴线就没了。所以金融消费者这个欢乐总是短暂的，今天高兴一天，这个周末这2天是不是担惊受怕、忐忑不安？今天收盘算是给了个枣吃了，明天保不齐又是一顿耳光啊，这不好说。为什么说这个咱们还在特朗普的阴影之下？外盘好像都走得不错，这个受美国高科技股大涨刺激，韩国、日本等地股市齐创历史新高，韩国综合指数涨 2%， 再创历史新高。人家已经不仅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以来这个跌幅收复了，而且还创了新高，年内累计涨幅超过 56%， 继续牛冠全球。我记得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时候，韩国股市有几天还熔断了，跌得太狠，人家现在创了新高，还有美股也在创新高，这个日经225指数上涨 1%， 再创历史新高，年内涨幅逼近 20%。 你这么一看，胡适还是弱一点。所以咱们以前就说了，特朗普在中东一搅和，大家都下跌，但是有人还能回来，不仅回来了，还创了新高。但是有的股票它就回不来了，有的市场能不能回来，你得看天看命，不一定能回来。胡适目前看涨没底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他往上走没底气，往下他又不甘心，也不想下来。为什么胡适和全球其他的市场走的不一样？这个道理咱们讲过很多遍了。其他的市场人家是真正的叫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或许人家也不完善不完美，但是总体上他们是以业绩为主导，是市场自发形成的上涨或者下跌。但是胡适不一样，胡适它是计划和市场这种混合，你也不能说它是完全计划经济，这么说好像也不对。但是你要说它是市场经济，那肯定你自己都不能接受。所以说它应该是个计划加经济的这么一个混合产物，时而它计划，时而它变成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有一只大手在操纵，这个大手有的时候它又操纵得了，有的时候它又操纵不了，它操纵会失败，有的时候它操纵又管用，所以说你没法去判断。也就是这个大手它有时候在里面捣乱，那你就很难判断了。但是你别说其他的地方，你比如说日韩，连印度人家都是市场经济，那涨跌那都是受基本面，就是经济基本面决定，那咱们不是的。所以说咱们你看这个指数走了1年多的牛市，但是散户有几个赚钱的？很少。所以胡适更像是一个割韭菜市场，要不然你没法解释这36年来胡适36年啊，有多少人参与过？但是你说有多少人赚了钱？没有。这个就符合赌场的规则。这赌场就这样，你不管开多少年，你说在赌场赚钱的恐怕很少极少。不过不要紧，瑞银说中国股市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好消息来了，4月27日，瑞银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4月27日发布中国股票策略，认为基本面改善和中国受能源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使得中国市场表现短期内或优于其他地区。王宗豪称，估值和资金流入的为中国股市提供了进一步上涨空间。随着美国及部分亚洲市场近期上涨，名胜中国指数估值再次显现，也显得有吸引力。什么意思啊？就周边股票都涨了，
那你这个就变成个洼地，就这意思。问题是洼地你敢不敢来外资？你敢不敢来交学费？对吧？话就放这儿，没有洼地怎么会吸引外资？等外资来了之后再让你交学费。是龙得盘着，是虎的卧着，让你知道什么叫根本买不完。未来2个月，瑞银预计 A 股和 H 股都有潜在上涨空间，但原因不同。说 A 股可能更多受益于稳健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而 H 股则可能受外卖价格竞争减弱以及 DeepSeek 推出新的 AI 模型等因素催化。鉴于中东冲突导致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全球市场仍然存在一定的程度的通胀挑战，但中国所处位置或相对更为有利。相比于其他地区，中国市场的战略石油储备较充足，能源消费和电力生产结构中油气占比相对较少，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渗透率更高，因此中国企业所受影响或相对较小。瑞银继续建议投资者保持投资组合平衡，该机构最看好的行业包括 AI 技术硬件、电力设备和有色金属，也就是海外机构继续看好沪市。很多散户就是很多金融消费者在牛市也没赚到钱，轰轰烈烈的指数牛市他也全程参与，但是感觉参与了个寂寞，买什么股票不涨，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到现在的搞了1年多，手续费没少掏，但是还在赔钱，觉得恼火。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指数牛市赔钱的不光是散户，也就是不光是散户没赚到钱。4月26号上午有一则报道说什么？说今年第1季度公募基金，今年1、2、3这3个月公募基金整体亏损超2000亿元，连续2个季度交出负收益答卷，也就是说从2025年第4季度、2026年第1季度公募基金都是赔钱的。你这么一听，你散户就对吧？没必要为自己赔钱而感到沮丧，是吧？连公募基金都赔钱，你说这是什么个市场？所以不要怪散户说技不如人说今年1季度公募基金又亏了。为什么说又呢？因为2025年第4季度它亏了。今年1季度 A 股市场先扬后抑，期间创下近10年新高后迅速回落，随后进入市场震荡状态。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上证指数当季下跌 1.94%， 万德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同期下跌 0.91%。 市场赚钱效应减退的背景下，公募基金的整体钱袋子也跟着缩了水。第一财经基于万德数据统计，今年1季度公募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产品利润合计为负的2027亿元，就是所有的公募基金加一起，公募基金整个是赔钱的，赔了2000亿不多，较去年4季度超1000亿元的亏损扩大了8成。什么意思呢？去年第4季度公募基金就赔了1000亿，这是公募基金行业连续2个季度出现整体亏损，行业盈利压力持续显现。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市场连公募基金在里面都赔钱，你说这个金融消费者你赔点钱认栽吧，没什么好说的。也有很多金融消费者认为自己水平比那个公募基金要高。你看又有7家上市公司被中国证监会或证监局点名，5天内11家 A 股公司被查或被罚。你在参与的是什么个市场？怎么这么热闹你但凡全球哪个市场没有这样的？5天内11家上市公司被罚或者被查，其中神马股份、黑芝麻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行云科技、ST 嘉奥、ST 彰股、ST 达华、ST 海泰等5家公司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几天前的4月22日，新 ST 溯源、奥农生物、欢瑞世纪、蓝石重装4家公司也刚被立案调查，短短5天内已有11家上市公司披露被查或被罚，穿透7家公司的违规事实、财务造假与资金占用，构成2条最突出的共性主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11家公司要么就是财务造假，要么就是
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就像那个中国恒大占用恒大物业资金一样，140亿，一个意思啊。所以说不能说咱们唱空胡适，这个胡适确实问题特别严重，5天里面就11家上市公司被立案调查或者被罚。这个新村长上来也2年了，快3年了吧，严监管，那怎么越监管严越多？为什么不能断根儿？为什么不能像美国？好吧，咱们不学走下坡路的美帝，你看看日韩也可以啊，可日韩不行，日韩太小了，小国。那你看看印度，对不对？印度也没这么热闹。所以说全球咱们这是独一份，就没有一个市场，资本市场像咱们这样的。不是咱们唱空，确实不适合咱们把辛辛苦苦啊靠出卖8小时赚的窝囊费放到这里面去，想在这里面赚点钱，人家是盯着你镰刀准备割你的，你自己也主动交出来，那能赖谁？你一看着镰刀，你想在镰刀上面舔那个韭菜渣，却不知自己就是那个韭菜，人家要割的对象。你想在镰刀上面舔韭菜渣，刀口舔渣，却不知人家就是要割你的。这还有红星新闻报道，还有上市公司涉嫌走私，你说这叫什么话？上市公司走私，这走私那就对吧？那就是刑责。红星新闻报道说，走私刑事起诉利空持续发酵，普奈股份今日开盘一字跌停，股价报4.82元，封单超11万手。消息面上，4月24日晚间，普奈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营口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起诉书。营口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司及相关人员涉嫌违反海关规定，未经许可采用伪报品名的方式，逃避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监管，将天然鳞片石墨走私出口，并担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涉案违规申报出口天然鳞片石墨共计1243吨，涉案金额598万元。这上市公司怎么还涉及走私啊？你说这是什么一个市场？我们还是聊一聊胡一进老师。我们要知道胡一进老师玩了一辈子文字游戏，搞了一辈子的宣传，我们要知道胡一进老师水平怎么样。这胡一进老师昨天发了一个关于中东局势的帖子，这个帖子啊实际上就代表了胡一进老师的水平，你就知道什么叫语言腐败，或者叫文字腐败。在胡一进老师的笔下，这个伊朗居然是胜利的一方，美国现在是惨败，气急败坏，伊朗是闲庭信步，这个游刃有余，而这个特朗普就像无头的苍蝇乱扑腾，特朗普就像这个被伊朗人牵着鼻子走。你说同样一个事情，为什么到了胡一进老师这儿就变成这样了呢？不愧是搞宣传的。所以我们看看胡一进老师是怎么替伊朗宣传，怎么替伊朗翻盘。咱们关于伊朗周末玩的这一出啊，我们节目已经讲过了，是本质上就是伊朗阿拉戈齐这些人实在是走投无路啊，哭着喊着要跟美国人谈判，而特朗普直接的就放话了，别那么麻烦，有什么事你直接打电话，我可不想再一趟一趟的跑了，坐在那儿空谈。伊朗人一下慌了。但是胡一进老师完全不一样，他的观察，他的说法那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胡一进老师昨天发了个帖子，他说伊朗外长阿拉戈齐周六断然离开伊斯兰堡，公然犯了美国谈判团的鸽子，置特朗普团队于尴尬之后，周日又意外杀出回马枪，返回伊斯兰堡。这把美方带的节奏完全冲破了，把美国的攻防线也冲溃了，连特朗普本人也陷入茫然，疲于应对。所以你看这么个事情，在胡一进老师笔下呢，完全是反过来的，是伊朗是大获全胜，举重若轻，伊朗是操纵整个和谈，这就是胡一进老师说的不对称优势，事实上完全颠倒过来的吧。阿拉戈齐周五到伊斯兰堡，白宫随后宣布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直接谈判。然而伊朗方面又称阿拉戈齐只是对巴基斯坦进行双边关系的访问，根本没有意思见美国代表团。正在人们将信降疑的时候，阿拉戈齐真的在周六离开了伊斯兰堡，前往阿曼访问，表示之后还要去莫斯科。特朗普非常生气地宣布取消美国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他愤愤不平地在社交媒体写道：
美国代表团浪费在语图上的时间太多了，工作量也太大了。然而就在全球舆论都认为美伊谈判陷入困境，和平前景遭到重挫的时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周日又突传消息，称阿拉格齐将于周日晚从阿曼重返巴基斯坦。报道称，外交部长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在伊斯兰堡会谈后返回德黑兰，寻求有关结束战争问题的指导，预计将于周日晚在伊斯兰堡与阿拉格齐会合。胡锦老师自己也知道，对不对？那伊朗的代表团回到德黑兰请示去了，请示干啥？还条件还怎么改，对不对？还能不能让步？怎么样让特朗普感兴趣来谈判？这也太有戏剧性了，连特朗普的社交媒体都跟不上了。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周日晚上证实，阿拉格齐已抵达伊斯兰堡。北京时间周日晚上，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拉格齐在巴基斯坦短暂停留后将前往莫斯科。这似乎没有留在巴基斯坦等待美国代表团前来并谈判的时间。那么阿拉格齐去阿曼又回巴基斯坦，然后再去莫斯科，他的轨迹在表达什么？老胡个人大胆做一个猜测，他很可能在阿曼探讨了战后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希望在莫斯科探讨俄罗斯提供安全保障的一些事宜。克里姆林宫4月13日曾表示，作为未来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俄方已准备好接收伊朗高浓缩铀。有非正式消息说，俄罗斯也对向伊朗提供安全保障有兴趣。胡锦老师说，给人强烈印象是，伊朗方面在最近这2个回合中，不断在美方充满希望的时候放华盛顿的鸽子，通过大胆拒谈和突然的出访，掌控了外界的预期和美伊谈判的节奏。你看到了胡锦老师，那就是伊朗是掌控了整个节奏，这就是镇关西掌握了整个节奏。说之前全是特朗普定一个最后通牒，但特朗普的通牒实现是预期谈判何时发生的主要依据和基点。然而几天前停火最后期限被伊朗勇敢冲破，德黑兰放下一个强硬条件，美方不解除对伊朗封锁，伊朗就不会与美谈判。特朗普的社交账号就是坐标失灵了，人们至少在这几天更加关注阿拉格齐的行踪，以及伊朗方面放风和表态，和谈有没有可能恢复，何时恢复，伊朗态度成了更关键的参照。美伊谈判一波三折，达成一个框架性突破看上去非常艰难，但是双方到目前为止基本遵守了停火协议。美国和以色列在过去3周时间里没有对伊朗实施新的轰炸，伊朗也没有反过来做袭击，双方争议的冲突点在黎巴嫩。另外双方都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但没有发生直接军事摩擦，互相放狠话之际，彼此的小心谨慎，避免突发直接对抗也挺明显的。双方很显然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他们找不到共同点，那个共同点将在什么时候出现，会是什么样的，现在还缺少一个基本的轮廓。如果胡锡进老师就写到这儿，那他就不是胡锡进老师。为什么呢？因为胡锡进老师最近叫为淫先麻，如果只写到这儿，怎么体现麻呢？你不能体现麻，那怎么能说明这是胡锡进老师的观点或者叫微博？所以必须麻，这不，胡锡进老师是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他必须麻一下。他在这个微博的最后说，画龙点睛，他说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和期待，为促成和平，巴基斯坦很拼。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周日抵达大国，开始他时隔7个月的第2次大国之行，这给人们带来新的联想。老胡个人有一个直觉来了，开始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麻筋已经出现了。如果美伊和谈出现突破，中间一定会有暂时不为人知的大国的努力和贡献。你看看，反正这个以后美伊谈判如果出现突破有进展，美国、以色列、伊朗停火等等，反正肯定都是大国的功劳。不，为赢已经麻了，对不对？还没赢，现在他美伊之间还没有达成协议，还没有赢，但是已经麻了。所以这个胡锡进老师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必须先麻上。果然不出所料，最后还是麻了。不过老胡在麻了之余还是抱怨了一下，
咱们的医疗水平和医疗状况。胡静老师发了个帖子，描述他去医院看病，说老胡今天连续2次去医院，昨天是带发高烧的小朋友去看，今天是自己不适了去看。2家医院都是急诊，人都非常多，虽都是临近的大医院，但看病的体验很不好。胡静老师开始抱怨看病体验不好了，这个又跟他的主旋律的这种宣传相矛盾了。因为在胡静老师的笔下，或者就是在胡静老师这种正能量博主或者叫宣传员的笔下，那咱们的医疗是清产是遥遥领先的。因为很多美西方的人都不远万里到大国来看病。我记得嘛，对吧？前一阵子不有宣传吗？说美国人跑中国来看牙补牙，是吧？跑到中国来针灸，很多美国人啊请假跑到中国来看病，是吧？我记得咱们还介绍过，这不正说明咱们的医疗这非常发达吗？又不发达，人美帝能到咱们这来看病吗？怎么到了胡一静老师这儿开始抱怨了，说看病的体验很不好？所以你看，这只有铁拳砸到他身上，他才觉得疼，才知道，否则他都视而不见。胡一静老师说，他说医疗是老问题了，把它解决好，让人们在最脆弱的时候得到更好的医治和精神慰藉，这是人们普遍期待，相信这也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怎么做到？需要模式的创新，需要不懈的探索努力，包括解决各医院忙闲不均的问题。胡静老师没有说他家门口的那2个医院是有什么问题，他没说。我猜他说是临近的大医院，很有可能一个是儿研所，因为他带小孩看病嘛，儿研所离他那不算太远，他们家在3环，儿研所在2环，不到2环，我估计就4站地，地铁3站地大概。那胡静老师自己看病的那个医院，我推测他附近的大医院那就是朝阳医院呗，他那附近没有什么大医院，就是朝阳医院，大概是。他没有说什么原因，我估计是现在咱们都去医院看过病，他抱怨什么？他说这个医院的体验很不好，我估摸着就是这医院的医生都是对病人是爱答不理的，你问的多了人家不耐烦。胡静老师挂了个专家号，完跑去看，满心欢喜的想多问几句，是吧？这孩子拉肚子或者发烧啊咳嗽什么一大堆的问，那大夫就不耐烦，知道吧？你问1句2句可以，再问3句5句的，那大夫就不开心了。我估计就是这样的。胡静老师就是回忆他在国外看病的经历，他说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在南斯拉夫当记者，那个国家比今天的中国不知落后多少，但我在那个国家看过几次病，都是就近的医院，体验却还不错。他回忆起了，记得有一次下大雪，说没到腿肚子，城市交通瘫痪，我深一脚浅一脚去了临近医院，很担心会撞上医院关门，也就是下那么大的雪，那医院如果不开门也很正常，就这意思。结果说竟然医院里医生护士各就各位，我顺利做了一个小手术。我问门诊手术医生是怎么来的，他说步行很久过来的，还说越是这样的天气，医护人员就会自觉赶来，不敢缺岗，怕耽误病人。他流露出来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让我很感动。说实话，我对这个大医院的这个医生我打交道也比较多，不过我对他们这个态度我是怎么说呢，抱一定的理解。什么意思呢？说这些医生态度不是太好，但你不能全怪这医生。当一个医生一天要看50个病人的时候，你想想，你说那个工作量多大，他没法容忍你在这儿。有很多人问的这些问题，在大夫看来那简直你就是多余，你就不该问。但是病人哪知道这些，对不对？病人总想知道更多，问得更细，但是大夫又认为你这个没必要，你就是废话。大夫更多的是时间有限，下一个病人就在门口撑着头看着，后面一堆人排着队，没有时间跟你慢慢聊天。有的大夫你问3、5句的，人家还能给你回答，你后面再问多了，一看你还没走的意思，还在那儿，那大夫就来气了，你知道吧？你想，如果是偶尔这样，他可能还能克制，但是你想，这是他的职业，他长期在那待着，所以我能理解。最主要是咱们的医患态度太多啊，尤其大医院、好的医院，据我所知，有的专家号医院里面，他一天这个专家一般的专家号他只看一上午，他下午恐怕就教学、临床什么之类的，他门诊本来就出了少，专家好。
他一般一上午他就看20个病人。但是啊，你看20个太少，所以医院给20个，但是那专家他自己恐怕还要加号加20个。这20个是什么人？这20个是以前看病，你不能说你找这专家看，挂了专家号看一次之后，下一次来再挂号挂不上怎么办？有好多病人不是预约的吗？专家说你这看完了，隔2周再来，一般都这样。专家你隔2周再来看随诊，隔2周那人家挂号挂不上怎么办？挂不到这专家号。那不就没法随诊吗？所以说这个专家就会给他病历上会写一句话，以后拿着这个来，你直接我就给你加个号，你来看就完了，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情况要占一半，也就是他本来一天一上午要看20个病号，他随诊的这种恐怕还有20个，他一天要看40个，40个一上午他根本就看不过来，他看到中午吃饭都没时间，匆匆忙忙吃点饭，下午赶紧去上课或者是临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大夫他也不容易，他主要人太多。你在南斯拉夫，你在欧洲，那恐怕一天见不到几个人，那肯定要好一点。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主要是医患矛盾，主要是还是人多。有的医院没人的，那大夫一天看不到4个病人的，那你多问几句，他恐怕跟你多聊一会儿。但是这样的医院你也不去，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一味埋怨医生说医德不行，这个也不对。谁脾气再好，去当医生也够呛。因为他长期这样的，而且医生大部分恐怕自己都有职业病。所以胡锡进老师说，他说我们的医疗进步实实在在，但如果你在大城市里带孩子，或自己周末去看急诊，或者平日里去医院看个内科，你又会同意老胡的意见，说没有最好，我们期待更好。什么意思？就是说咱们的医疗这个水平服务还有待于提高。就连胡锡进这样的地位的吧，退休老干部自己看病，带着孩子去看病，体验都不好，那你说普通人那更是这样，就不用说了，对不对？有网友就说了，说老胡看病的体验当然非常好，有老干部病房 VIP 待遇，有全额报销费用，最痛苦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们。他这个话说的不对，这个粉丝说的不对，说就连老胡这样的人看病都有难处，都体验不好，那你说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体验呢就会更差。没毛病。但是他说老胡有老干部病房，有 VIP 待遇，这个老胡就不高兴了。老胡就回复又发了个微博，老胡说，这位朋友别乱带节奏，制造对立好不好？老胡连老干部 VIP 病房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说老胡现在看病都是通过网上预约拿号，或者直接去医院排队挂号，费用有些医保卡能出，有的就得自己花钱。像今天医生只给我开了这盒消炎药，在自动缴费机上医保卡不认，支付不了，自费花了124元。这个有很多网友恐怕对北京不太了解，像胡锡进这样的级别的，他在北京就不算，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特权。为什么？一个是胡锡进老师他退休，他不是从那个事业单位，也不是什么公务员，他环球时报算企业，实际上他是企业退休的，他只是享受这个厅级待遇，他应该是副厅退休，享受厅级待遇，就这么一个关系。他是企业退的，他不是什么这比如说通州区什么人大副主任退休，那在通州区那有特权，看病也有所谓的老干部病房，他是企业退，应该是他胡锡进老师连编制都没有，他只是待遇。就相当于那个级别，所以说胡锡进老师他退休金，咱们经常说他3万，那恐怕都是开玩笑的。我估摸着他应该是在2万左右，1万多2万左右，因为他是企业退嘛。环球时报就是一个企业，那不管怎么说啊，人家那也是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老师看病没托人，没给人打电话找人找关系，也说明也还可以。如果他打电话找人找关系，他的体验恐怕稍微好点。是吧？比人介绍的，这是环球时报的前主编，所以他自己去看，那体验就跟普通人是一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